因为不满最近互调查人数造假的争议，国民党是发起4月26，明仔载要上凯道游行抗议司法对杀。就连立法院长韩国瑜嘛表态，伊要去参加。不过民进党就认为讲，这立法院内部规定，院长就要保持中立，所以批评韩国瑜失职，无再调做立法院长。国民党号召民众一日上凯道，定调反立强、战独裁。党主席朱立伦表示，这不是单纯倒告，是倒来。针对因下野清洁党部被搜查，连100位的公文拢被收走，批评司法完全禁止办拿无办理。民进党真的是毫无底线啊！用这样不成比例的方式啊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其实就一个目标，就是不准罢民进党，要停止任何一切敢反对赖清德，敢反对民进党。我想这是台湾民主的悲哀哦。明天4月26号下午在凯道，大家站出来。国民党强调，已经有至少5万人报名。另外，台北市长蒋万安、台中市长罗秀贤等国民党籍地方首长，甚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要参加。立法院长韩国瑜2月也表态，也要参加。一起上凯达格兰大道，发出大家正义的吼声。身为立法院长，我希望新的国会，大家的表现配合行政院、立法院，大家一起携手合作，能够解决悬在台湾人民头上这3把刀：关税刀、军演刀跟罢免刀。任何的伪造文书，任何的死亡联署，难道不该办吗？到凯道去的时候，所有的行为，政治上的行为也都必须要面对。不管你是院长，或者是你是党主席，或者你是市长、你是县长，到了现场不要做出伤害国家、伤害人民的行为。民进党批评关税甲军险的部分，立法院长应该维持技术中立，和特别预算甲国安法案赶紧通过。大罢免部分应该尊重人民权利，不应该支持违法造假。那也是表示，立法院长是伫技术主持爱中立，无代表并参加政党的活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